啱呢個西沙啊，Sierra C 新鴻基星期六啊，2日前啊賣咗呢個2A 期嘅第一 round， 非常之震撼。哇，213間去 B 組，講緊嗰個有個叫 Super A 啊，Super A 就係乜嘢咧？Super A 咧即係買5間以上，哇！所以有第一組客咧已經買咗8間啦。但係聽聞咧唔止8間嘅，因為同一組客人咧再買多7間啊，因為幾個老細一齊夾用公司名義咁樣夾咧，所以其實可能一組幾個老細啦，買咗15間所以但係都唔重要啦，係成個 Super A 有10組客人出現，哇！所以令到咧買3間4間嗰啲咧，即係嗰啲 A1A 組A1B 組都唔係好多貨揀嘅啫。A1A 即係 A1A 咧，即係買3間，其中一間要3房，又或者加間2房1房咁樣先嘅組合，就叫 A1A 組當時都好多台客出嚟有60幾個登記A1A 組。咁A1B 組咧，咁買到去買4間2房嗰啲，冇乜選擇㗎啦，已經去到跟住先至誇張，跟住仲有個叫 A2A 組新鴻基真係好複雜玩到 A2A 組咧，即係買2間，其中一間要係3房即係3房兩間2房3房兩間1房都冇乜嘢揀，真係講真，因為點解得翻佢有4個組合俾佢揀嘅，本身新鴻基留咗俾個組別嘅，再加一啲早排早幾個組別咧，有啲3房買唔去又唔係賣剩幾間低層3房，所以 A2A 組都好激烈。跟住去到咧A2B 就唔特別講啦，買3間2房，跟住去到 A3 組先誇張，因為3房前面嗰啲膽全部賣晒啦。A3 組咧就係買單頭3房嘅，講緊咧係1224個登記，當時你睇5哥 B 片都大概知㗎啦。跟住去到嚟嗰日咧，其實都唔使嚟啦，因為點解咧？發展商就係留咗3間俾 A3 組，即係買單頭3房嘅得3間去抽，咁所以如無意外咧，就即係3號籌賣晒，實際都係3號籌就賣晒3間啦跟住咧 B 組仲誇張啲，我真係第一次見到咧一個樓盤頭40個籌係嚟咗37個，即係差唔多90%嘅出席率，哇！個個嚟到都好想買，跟住我見到頭幾十個籌咧啲客其實 B 組係買1間嘅啫，但係實際出現咗咧就係有8組客人買咗2間以上，2間冇得以上。因為個銷售安排咧係最多買2間，咁所以有8組客本身買1間，變咗嚟到買2間，哇幾誇張！55號籌就成個樓盤 A、B、C、D 唔係冇啦 ，B 組都沽清啦，55號籌，哇！所以你諗下55號籌就賣晒 B 組，係你唔喺現場咧，你就唔知道個氣氛有幾熱烈啦。之後發展商原價加推咗同記者講，咁所以再嚟到呢個2A 期啦，原價加推即係咩意思你買過呢啲內緣咁計啦，呢啲508尺就講緊500零萬起步嘅啫，嗰邊嗰個6443房咧內緣咧講緊都係719萬到起步內緣呢啲講緊呢啲2房咧，喂都係480幾490萬起步嘅咋，哇！跟住啲1房都係講緊350萬，不過喺後排嚟嘅。點解咁搶手？真係西沙，你睇下個環境就知啦。入到嚟特登睇下，喂，真係鳥語花香，即係成個天堂咁樣你住入嚟咁舒服嘅環境，空氣又好，我真係睇唔到有唔買嘅理由。最重要就係1萬蚊鬆啲1尺俾你啫喎。嗰邊嗰啲二手咧1A 1B 期，攝影師可以影過嚟。1A 1B 期咧入咗伙啦，市場而家二手成交咧以我所知咧就大概有12宗全數賺錢嘅今日嗰邊成交最近呢幾宗，起碼13500蚊尺，但係13500蚊尺咧喺依邊2A 期嘅樓花當然要抽啦，我可以買到好多嘢㗎啦。最低層嗰啲講緊10700幾第二張價單10000幾喺呢度買到，嗰邊有13000就現樓即買即住。依邊樓花10月就9月30號關鍵日期，即係10月左右交樓啦，預計但係平咁多喎，所以你諗下13000幾蚊尺價咧喺呢度買到高層望海景㗎啦，已經係哇！新鴻基就係平嘅價錢，低價策略，咪贏咯，咪贏晒嗰邊嗰啲1A 1B，但係當然你買1間好難抽嘅，所以點都有好幾個客人買咗嗰邊嘅二手項目，所以呢個西沙簡直係真係一個傳奇2A 期，即係傳奇再現，我覺得就係好難抽，好難買。哇！好多人都話買到就係贏，咁你又覺得咧？你又中唔中意咧？